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如果你可以重新睇一次自己嘅一生，你想象會睇到啲乜嘢呢？穆迪博士喺書入面記錄咗瀕死體驗其中一個好不可思議嘅元素——全景式生命回顧。體驗者描述喺光之全有嘅面前，佢哋嘅一生好似電影嘅快鏡一樣，快速而清晰咁呈現。唔單止每一件發生過嘅大事，連最微不足道嘅生活片段都會毫無保留咁重現。書入面記錄咗一個好令人觸動嘅個案，體驗者發現自己唔單止係睇返自己嘅人生，而係喺一種超越時間嘅維度入面，清清楚楚咁睇到自己每一個行為背後嘅真正動機，以及呢啲行為對世界帶嚟嘅影響。換句話講，我哋過去講過嘅每一句說話，做過嘅每一個舉動，無論係為人帶嚟溫暖，定係無意中造成咗傷害，喺嗰一刻，我哋都會以最真實嘅客觀視角去重新凝視一次。最重要嘅係，呢個回顧絕對唔係一種審判，光之全有只係以一種無條件體諒嘅態度，引導佢哋去理解自己嘅生命。書入面有位體驗者話：我睇到自己喺某啲情景下做咗自私嘅決定，但係嗰道光令我明白，我一直都喺度學習緊，每一個錯誤都係學習嘅一部分。我哋每一個念頭、每一句說話、每一個行為，最終自己都會重新凝視一次。既然係咁，我哋係唔係更應該好好咁看待每一個當下呢？